咁多位街坊，大家今日睇咗財政司司長啱啱公布嗰份2026至27年度財政預算案未啊？唔使急，我已經幫大家逐行逐字睇晒啦。今年呢份預算案真係令我同好多朋友都大跌眼鏡，但呢種跌法係驚喜嗰隻。大家之前係咪一直喺度估，究竟今年仲會唔會派消費券呢？係咪仲係嗰幾千蚊分2、3期咁俾你？結果出爐啦，雖然今年冇直接叫派消費券，但係司長反而出咗一招仲更加直接、更加實際嘅，就係針對我哋一班長者、基層朋友同埋殘疾人士，大手筆發放雙糧。即係點？即係你平時攞開嘅長者生活津貼、高齡津貼、生果金、傷殘津貼，甚至係綜援，通通都會額外發放多1個月嘅金額。呢份誠意，我個人覺得真係好過派嗰啲要諗點樣用，又要限時限刻嘅消費券好多。諗翻轉頭，2026年度嘅香港經濟啱啱叫做好返啲，但生活成本真係貴得好離譜。大家行入街市睇下，2棵菜都10幾20蚊，想飲餐茶都唔平。司長今年決定唔派消費券，轉而直接將錢入落大家袋，其實係有好深層次嘅考慮。首先，我哋講下呢個雙糧嘅魔力先。如果你係一個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嘅老人家，依家每個月嗰3、4千蚊，加多1個月，即係突然間多咗成幾千蚊喺手。呢幾千蚊你可以用嚟交租，可以去睇醫生，可以去買幾件靚衫，甚至可以請個孫食餐好嘅，自由度大好多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點解唔派消費券啊？派消費券唔係可以促進消費咩？係，消費券係可以逼大家去使錢，但係大家諗下，過去嗰幾年派消費券，政府要俾幾多行政費班支付平台？由2021、2022一直到前2年，每一次派錢，班大財團嗰啲電子錢包公司，其實都喺中間賺咗唔少手續費同埋行政成本。司長今次喺預算案入面隱隱約約都透露咗，如果將呢啲原本要俾平台嘅行政費省返落嚟，直接將呢筆錢加碼落去津貼入面，其實基層市民收得仲多，政府又唔使搞咁多複雜嘅登記程序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還錢於民。再講，對於好多65歲以上嘅長者嚟講，要佢哋研究點樣用電子錢包，點樣下載個 app， 點樣去領取消費券，真係一件好頭痛嘅事。好多老人家平時習慣用現金，或者只係識用八達通。如果派消費券，佢哋又要煩點樣去拍卡，又要擔心過咗期會唔會無咗。依家直接入落個糧兜，即係入落佢哋平時收津貼個銀行戶口，真係神不知鬼不覺就多咗嚿錢，方便快捷，呢種做法先至真係體貼老人家嘅心。我哋再睇深一層，點解話呢次預算案係為咗促進就業同消費帶來新氣象？大家諗下，呢班攞津貼嘅朋友，佢哋拿到呢份雙糧之後，最通常會去邊度使？一定係去反屋村附近嘅茶餐廳、街市、小店。呢啲錢係會即時流入本地社區嘅經濟體系入面。相比起消費券，可能會被一啲人攞去買名牌、買進口嘢，呢種直接發放津貼嘅錢，流通速度反而仲快，仲能保住班中小企、街坊生意嘅飯碗。而且今次預算案仲提到要鼓勵一班銀髮族重新投入職場。司長今次好聰明，佢知道單靠發放津貼係唔夠嘅。2026年度香港嘅勞動力其實仲係好緊張。如果長者有咗呢份雙糧作為底氣，生活壓力細咗，佢哋反而更有心情、更有體力去揾返啲兼職做下，發揮餘熱。預算案入面亦都有配套措施。例如豁免一啲再培訓課程嘅學費，或者係俾僱主聘請長者嘅津貼。咁樣一連串咁扣埋一齊，唔單止係派錢，而係幫香港成個勞動力市場換血，帶嚟一股新氣象。大家不妨坐低慢慢計下呢條數。如果你係一個65歲或者以上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嘅朋友，目前金額大概係4195蚊。咁樣發放多1個月，你2026年嘅其中1個月就會收到8000幾蚊。如果你係攞高齡津貼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生果金，
依家每個月係1620蚊，加多一個月就變咗3240蚊。雖然生果金金額唔算好大，但係對於好多老人家嚟講，呢份係一份尊重，係一份節日嘅零用錢。至於傷殘津貼，普通殘疾係2070蚊，高額殘疾係4140蚊，加多個月，對於長期要買藥、需要特別照顧嘅家庭嚟講，真係及時雨。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話，今年預算案雖然冇以前咁煙花式咁派幾萬蚊，但係感覺踏實咗好多。以前派消費券，好似逼你一定要買嘢咁，搞到大家喺嗰幾個月瘋狂消費，之後經濟又回落返。依家透過增加社會福利開支，係一種長遠嘅投資。當社會最底層嘅人都感受到生活有保障，成個社會嘅怨氣就會少咗，氣氛自然會好。大家返工都會開心啲，老人家出街飲茶都會疏爽啲，呢啲咪就係新氣象咯。講到行政費，呢個真係要大力讚下。大家記唔記得前幾年政府搞消費券，要請幾多臨時工，要租幾多地方做登記中心？仲有嗰啲電子支付平台，雖然話係幫政府手，但中間涉及嘅對數、退款、處理投訴，全部都係成本。今次雙糧安排，政府電腦系統一冚掣，幾十萬個戶口就自動入錢，行政成本接近零。呢啲慳返嚟嘅公帑，用返喺醫療，用返喺安老服務，唔係仲好咩？我仲留意到，今次預算案其實係想帶出一個訊息，香港係一個溫情嘅社會。雖然我哋依家講科技、講創新，但係2026年嘅香港，絕對唔會忘記班開荒牛。司長喺演辭入面都有提到，要打造香港成為長者友善城市。呢份雙糧只係第一步，之後仲有好多配套，例如改善屋邨設施、增加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嘅名額等等。如果大家將呢啲措施同埋份雙糧一齊睇，你就會發現政府係想由根源解決問題，而唔係單純咁派糖菜住大家把口。對於一班基層勞工嚟講，綜援雙糧亦都好重要。大家唔好以為攞綜援嘅都係懶人，其實好多係因為身體、家庭原因而生活艱難。喺呢個2026年度，通貨膨脹雖然受控，但基本開支真係減唔落嚟。呢個月嘅額外糧，可能就係幫一個小朋友買多幾本書，換多對返學鞋嘅錢。呢種對下一代嘅投資，係消費券俾唔到嘅效果。所以我今日錄呢條片，係想同大家講，唔好因為今年冇派消費券而唔開心。相反，我哋應該要睇到呢份預算案嘅含金量。對於我哋呢班普通市民，尤其是長者朋友，攞到現金先至係最實在。你可以留返嚟應急，可以慢慢使，唔使擔心八達通夠唔夠額，唔使擔心支付寶點樣轉賬。呢種簡單、直接、高效嘅派錢方式，先至係最符合香港人快、靚、正嘅性格。大家可以想象下，當呢筆錢發放嗰陣，全香港幾十萬長者、基層朋友手頭上都多咗一筆閒錢。呢筆錢唔會鎖死喺電子錢包入面，佢哋可以拎去買靚肉食，去酒樓叫多碟叉燒，去買返份心儀已久嘅小禮物。呢種消費力嘅釋放係好自然、好有生氣嘅，佢會帶動零售業，會帶動餐飲業，成個香港嘅市道就會咁樣一環扣一環咁活返埋嚟。2026年係香港重新出發嘅關鍵一年，我哋唔需要華而不實嘅口號，我哋需要嘅係好似今次預算案咁，實事求是，將資源放喺最需要嘅人身上。司長今次呢一着棋，我個人俾幾高分。雖然有人會話，喂，點解我呢啲中產冇得拎先？但大家諗下，社會穩定，老有所依，其實對成個經濟環境都有利。當大家唔使再擔心家入面個老人家唔夠錢時，大家返工都安心啲啦，係咪先？總括嚟講，今次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雖然表面上係縮減咗全民派錢嘅規模，但實際上係將子彈集中喺精準扶貧上面。透過雙糧呢種方式，省卻咗平台行政費，直接惠及長者同弱勢社群。呢種策略唔單止體現咗社會嘅關愛，
更加係一種高效率嘅經濟調節手段。我相信，隨住呢啲資金流入市場，香港嘅就業同消費市道一定會迎來一股清新嘅氣象。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點樣領取呢份雙糧嘅詳情，或者想了解埋其他細節，例如醫療券嘅新安排、交通津貼有冇加碼等等，我喺嚟緊嘅日子會繼續幫大家跟進。最緊要係大家保持心境開朗，保重身體。2026年，只要大家肯努力，生活一定會越來越好。今次份預算案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開始，大家點睇？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幾年前派消費券嗰陣，好多老人家為咗去揾人幫手登記，要喺烈日當空下排隊，甚至有人因為唔識搞而搞到心驚膽戰，驚死領唔到嗰幾千蚊。今次司長直接用雙糧呢招，真係做到無感施政，大家坐喺屋企，夠鐘前就自動入落去。呢種就係我成日講嘅便利。科技係要用嚟服務人嘅，而唔係要人去服務科技。如果政府可以直接做到嘅嘢，就唔應該搞到咁複雜。再講下就業方面，預算案入面有一 part 係關於中高齡就業支援。2026年度，香港嘅人口老化雖然係一個挑戰，但亦都係一個機會。好多60至70歲嘅朋友，其實身體仲好壯健，佢哋有冇窮嘅經驗。今次預算案配合雙糧措施，其實係想建立一個積極老齡化嘅環境。當長者生活有基本保障，佢哋去返社會工作就唔係為咗生存，而係為咗生活同尊嚴。呢種心態嘅轉變，對於提升香港整體嘅生產力係非常之有幫助。而消費方面，大家都知香港係一個服務型社會，當大批市民獲得額外收入，最先受惠嘅一定係服務業。我預期喺未來嗰幾個月，大家會見到街上面多咗好多長者出嚟行街食飯。呢種由內而外發出嚟嘅消費意欲，比起被逼使錢嘅消費券更加持久，更加能帶動就業。細規模嘅零售店、茶餐廳都會因為呢一股消費熱潮而得益，從而可以請多啲人，形成一個正面嘅循環。講到尾，一份好嘅預算案唔係睇佢派咗幾多錢，而係睇佢啲錢派得有冇價值。2026年度呢份預算案成功咁將社會福利同經濟動力結合埋一齊，透過取消繁瑣嘅消費券程序，省卻咗中間人嘅抽水，將每一分每一毫公帑都用喺市民身上。呢種務實嘅做法，值得我哋肯定。我今日講咗咁多，係希望大家可以從唔同角度去睇呢份預算案，唔好淨係睇到無消費券呢4個字，而係要睇到背後嗰份對長者、對基層、對香港長遠發展嘅承擔。如果你身邊有老人家，記得話俾佢哋聽呢個好消息，叫佢哋唔使擔心點樣登記，只要準時去查下個銀行戶口就得啦。呢份雙糧係社會對佢哋多年貢獻嘅一份小小敬意。